10個呼吸練習。而家我哋會做一個呼吸練習。你可以用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喺你嘅座位上邊。首先，請將手擺喺肚仔嘅上邊，想像我哋嘅肚仔就係一個氣球，感覺肚仔隨住呼吸一高一低咁升起降低，一高一低，吸氣呼氣，放鬆放鬆，感覺肚仔一高一低為之一，接住一高一低為之二，再接住一高一低為之3，如此類推，去到10，然後又再一次返到去1、2、3，每次都係去到10，呢個就稱為10個呼吸練習啦。而家就自行做呢一個練習，隨住肚仔一高一低，放鬆自己，由1數到10，再重複，直至到鐘聲響起。